看护要摕坐轮椅的阿公洗嘴，阿公要家己摕杯啊，毋过手一举起来，就互女看护拍掉。两个人杀来杀去，女看护嘛开始无耐心啊！竟然扇阿公一个嘴皮，搁摕拍好心的，敢若要甲阿公拍。过工看护要甲阿公坐轮椅，冇去哩碰伊。毋过阿公的动作有留啊较慢，看护都大力饲伊的头，搁甲踢，甚至阿公想要坐轮椅爬起来，嘛有看护摕拍好心的拍。家属去甲通报1955专线来申诉。这个看护咧苦毒的过程，阿公完全无法度抵抗，各项暴力恐吓威胁，到底敢有天理？说一切是依法处理啊，但是外劳如果肯彻底改过，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。移工在家属的面前对被看护者，那也和颜悦色，在跟他一个对待，但是背地里面他们也不晓得说，竟然会是有这样的情形。这位女看护去年8月开始照顾阿公，最近连续3天拢有敢若苦毒的情形。官府初步研判看护涉嫌苦毒伤害，嘛通报中人安置女看护。依据这个老人福利法，伤害或者是身心虐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处以3到15万的这样的一个罚款。这个案件嘛有通报给劳动部，若是苦毒行为是事实，女看护除了照老人福利法罚罚款，还会照就业服务法罚遣返转去，表面需要看护的时段，阁受到伤害。